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今天跟我说句实话。我什么这么想的呀？我跟他联系什么呀？我确实是为了英子，我约英子吃饭。英子，你一天到晚就是英子。你要那么爱英子，你为什么跟你前妻离婚？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？好了，我知道你委屈，好不好？行了，这样，我今天哪儿也不去了，我也不工作了，也不回书香雅苑了，我就陪着你，好不好？不用陪，点点好吃的，啊！我都不饿了。吃点。服务员来。哦，这样，吃完，咱们去买包，包治百病。你说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点点好吃的。你吃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？你吃生蚝吧，你爱吃。那点点你爱吃的。吃。妈，你今天想起啥来了？做这么多好吃的。我担心呢，我走了这么多天，你们天天都吃速冻饺子，所以呢，我就先给你们换换口。放心吧，我会做饭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手艺。哎呀，我还真是放心不下。就你那个菜啊，洋洋，实在不行就叫外卖啊。凭什么当着孩子的面拆我的台呢？啊！洋洋，妈妈想跟你聊聊你这次期中考的事儿。你们这次是全区统考对吧？爸爸妈妈都知道了你的那个成绩和名次，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呀？是怕考得不好不敢说？没有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聊。妈妈不怪你，你看，高三这么长时间了，爸爸妈妈从来都没跟你聊过学习上的事儿。那今天呢，妈妈正式问问你想过要考什么专业了吗？没想过，就我这成绩啊，也没什么好挑的。要实在考不上，我就去我舅那儿打个工，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哎呀，妈妈就知道，洋洋呢喜欢开车，想当赛车手。开车的时候呢，能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，对吧？爸爸妈妈希望你永远都能享受到这种快乐，所以妈妈支持你去追逐自己的梦想。可是呢，做任何工作它都是需要知识的。你看，你舅舅那儿呢，他做那个车辆研发啊、调教啊，那都得是工程师，都得是在学校里面踏踏实实学出来的。所以洋洋，高考这一关呢，你必须得过。你妈妈说的对，高考是为你自己考，不是为了父母考。是，高考啊，确实是个人的一道难关，但是咬咬牙就过去了。我和你妈都是这样过来的，我还复读了1年呢。爸，你还复读过呢？啊！但是我第2年考的比第1年的分数整整高了60分，所以我上了政法，知道吗？哦，我相信咱们洋洋啊，肯定能一下就考上的。只是从现在开始吧，你就得想好了，你到底要想学什么，然后呢，要朝着这个目标开始努力了。行，妈，我知道了，我好好想想。而且这次期中考试我确实也没发挥好，尤其是物理，其实我自己也挺着急的。哎，对了，老季，你明天带着洋洋去咱们那个房东宋倩老师那儿去拜访一下。你尽快安排洋洋吧，去跟着他答疑。今天上午他带着那个师傅来家里修暖气的时候，我都跟他打好招呼了。好，楼上楼下的挺方便的啊，明天我就去。
洋洋，以后你学习上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想法，你都要跟我们直接说，好吗？我知道了，谢谢妈妈。牛肉。妈，你也吃啊？啊，别往肚里夹。哎。你们俩回去吧，那车好像已经到了。啊，别送了。啊，洋洋。哎，洋洋，一会儿你先回去，我送你妈去机场。行。哎，你不要送，别送。你去完机场回来还得叫车，那车费那么贵。再说你又不会叫，别找那麻烦了。哎，你带这个箱子，衣服够穿吗？这两天我看天气预报了，全国都在降温，南方冬天那么冷，你又不是没体验过。够穿了，放心吧。哎，你这两天早上可得早点起啊，你别耽误了给洋洋做早饭，你上班也别迟到了。哦，知道。您好，里程专车为您服务，请问您是去机场尾号9893的乘客吗？对，我是。好，行李给我吧，帮您拿。行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洋洋，别耽误学习，好好学习啊。行，知道了。对了，洋洋，你舅舅出差了，你这两天可别去你姥姥姥爷那去给添乱。妈，您又来了，你放心吧，啊。好，我走了啊。拜拜啊，再见。哎，记得电话啊。我到了就给你打电话。请您系好安全带，我们要出发了。走，回去啊。帅哥，不错嘛，啊？师傅，我们改去北大医院。没问题，那麻烦您在滴滴客户端上修改一下目的地。今天算了吧，改天吧。去呀，同学们叫你。那您是先回去还是？我看你哪行。行。来了。哦。哎，好，嘿嘿，真不错，好。哎，传，对，哎，传的不错。防守啊，防守。哎，过好，好。传球，好球！哎，洋洋，你妈真有意思。哎，抢篮板呀，快抢篮板！防守！哎，突破！回一下！哎，录个像。刘晶啊，我在看儿子打篮球呢，儿子打得真好啊！哎，我在看杨打篮球呢。再看杨吧。防守，杨防守。好，就到这儿了啊。感谢您使用里程专车，请带好随身物品。请慢走。
好的，再见。11 il est temps de cathédrale, la montée tombée, dans un moment millénaire, nous m'a voulu monter vers les étoiles。哎，方一凡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阿姨一直在吼，我忍你半天了。来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哦，我给表哥录个视频，他要发快手。这练专业怎么不行啊？练什么专业？这是法语的音乐剧《巴黎圣母院》。还法语呢？你先把英语给我整明白了。你给我下来，我找你有事儿。磊磊别老低着头，你在这儿啊，把这个举高一点看，啊。一会儿我给你下碗馄饨好不好？啊，没事，小姨，我晚上吃挺饱的。怎么了吗？文文，你过来。你说你要艺考，艺考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清楚吗？录取率是多少？有多少院校招多少专业？每个专业招多少人啊？都有多少人报考？什么都不知道就说要考，你过来看看，妈妈给你在网上查的这个数据。你看去年北京电影学院总共报考人数45077人，其中表演学院报考的人数是9693个人次，最终只招50个人。录取率是多少呢？是194比1。中央戏剧学院也差不多，是吧？报考人数录取率是195比1。你懂什么叫195比1吗？你知道什么概念吗？就是200个人才收1个人。说白了就是100个人里边才录取半个人，录取率是0.5%，比咱们考211、985难多了。而且这不是100里挑一，这是200里挑一啊，这得多难啊！是，但是就是因为它难，所以我才要去试一试。万一考上了，考上就说明我有本事，我厉害啊！你是这个逻辑啊？你考取了你是厉害，你要考不取你不就成炮灰了吗？是不是？来，你过来，妈妈跟你说。凡凡，这个艺考跟高考真的不一样。高考的分数线它是死的，它就在这儿啊。比如说这个分数，只要达到这个分数以上的，就肯定会录取。这个分数它是不变的，谁都改变不了。这个分数你考不到，你就下去，你就考不去大学，是吧？但是艺考不一样，艺考是要你先考专业，你要先把这个专业过了。可是这个专业是怎么考呢？他是一排老师坐这儿，我打听清楚了，是挨个打分。他要是喜欢你，他给你分高一点；他是不喜欢你，他分数低一点。这个浮动是很大的。他比如说，哎呦，他觉得方一凡长得还不错，我给你加高几分，是吧？方一凡唱歌跳舞，哎，都还行，表演差一点也没关系，算了啊，这个分数就上来了。每一个老师对你的印象不一样，给你的分也不一样。你这个分是可浮动的，所以你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标准。说实话，这些艺考的学校咱们也不认识，人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咱们等于两眼一抹黑的就去考试了，得靠你自己真凭实力。可是多少孩子人家提前就准备了，你像王一迪，还有更小的就开始准备了，准备了好几年的都有。你说你现在就准备这么几天，你想考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！这把握系数太低了。你听妈妈的，咱们把心收回来，不能参加这个艺考，全心全意准备高考。1本考不上，咱们考2本，努力，2本还是有希望的，啊，好不好，凡凡？行，知道。啊，把心收回来啊，全心全意准备高考啊！怎么了，表哥？没事。你没事吧？
哎，我上床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跟你说了嘛，这是同学聚会，我去晃了一圈。这么大酒味啊？啊，我喝了一点，但不是他们白酒洒我裤子上，在这闹酒。哎，都睡了，都睡了，睡。哎呀，我就想着呀，跟咱们这走动走动，看看有什么机会。啥机会也没有。你看，现在是寒冬，整个行业都不好，各行各业都不好，知道吗？我这几个同学，要不就自己公司准备裁别人的，要不就在别人公司等着被裁的。宝元，我们公司今天开始也裁员了。裁不着你啊，那老员工应该没事吧？你不也是老员工吗？也是啊。不说这事儿了。我跟你说方一凡的事儿啊，我今天跟他谈过了，他同意了，不参加这个艺考，踏踏实实参加高考。这么大事儿，你跟我商量一下啊。不需要跟你商量，你肯定会同意的。你说咱们家又不是艺术世家，方一凡又没有什么艺术细胞，干嘛去凑这个热闹？真的。而且我今天都打听清楚了，这个艺考是要提前准备的，因为这个艺考是要提前考的，你知道吗？它提前好几个月呢，你现在来不及。来，你看看这个，什么东西啊？你自己看看录取比例，你看看。录取比例195:1啊！哇塞，这有点难啊！这不是有点难，这是非常难。这么低的录取比例，这么难，他怎么可能考上呢？啊，咱们说方一凡现在参加艺考2条路，2个结果，一个是考上，一个考不上。我先不说他考上吧，他要是考不上，明年怎么办？明年是继续艺考呢，还是继续高考？你告诉我。咱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考上了，你觉得你儿子将来真能当演员啊？当什么表演艺术家呀、歌唱家呀？他是这块料吗？他不是这块料，不要做这个梦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那个陈姐给我介绍的那个指导老师，你猜是谁呀？你见着演员，见着明星了？乔伟东的小老婆小梦。哎，人家是女朋友，不是小老婆。什么女朋友？不就这么回事吗？你将来娶了不就是小老婆吗？这小梦还真不错，还挺可以的。舞蹈学院音乐剧班毕业的，还教过几个学生，辅导过几个学生，都成了。这不挺好的？好什么呀？一见着我的面就开始挤得送钱，还说那差评的事儿。那再急的我急了，我给他10个差评，我让他1个季度都拿不到绩效。是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不让方一凡参加这个艺考，是不是跟这小孟老师有关系啊？有关系啊。这小梦不也就是这个什么艺术院校毕业的，又怎么样啊？不就是在小区的瑜伽馆里边当个老师，不疼不痒带几个学生吗？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啊，方一凡毕业以后也这样，到瑜伽馆里面当瑜伽老师去。这男的也没有教瑜伽的。就是啊。行，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因为跟小孟吵嘴的事情啊，不让凡凡去考虑艺考。那你跟人方一凡商量时，他不给你急啊？他跟我急什么呀？我给他看数据了，有什么好急的？我给他摆事实讲道理，他听完以后老老实实的就去房间里面写作业了。不应该呀，你按道理这一般来讲，你要跟他说个事，他就跟你掰扯掰扯，不掰扯是不是真往心里去呢？哎，钟姐，这可别是方一凡真正的梦想，咱给人梦想扼杀在摇篮里了。拉倒吧，这哪是梦想，这是头脑发热，这叫异想天开。还是给我踏踏实实的准备高考啊！也是，录取率是太低了。对呀，哎，你以后也是，别在家里边再提艺考了啊！嗯，行，我洗澡去了。
你是到南京了还是到酒店了？到酒店了，我准备睡觉了。那边冷吗？挺冷的，才4度，幸亏我带了厚衣服。那就好。对了，跟你说个事儿，本来吃饭的时候就要跟你说的，袁永赞，我没说。你说。今天常委名单公示了，没我。为什么呀？估计还是因为法拉利的事儿吧。这不都已经解决了吗？是啊，估计上面还有想法。没事儿，老季，你这不刚调回来吗？慢慢来吧，以后都会好起来的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好，现在可以进去吗？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有同事过来找我，你早点休息啊，我挂了。你好，明天早上9点钟呢，我过来给您做一个术前准备，然后10点钟呢，咱们是第1台，是陈主任帮您做。好。还有明天呢，手术之前需要您的家属过来签一个穿刺手术的确认书。我自己签可以吗？是您家属不方便来吗？对呀，我爱人特别的忙，这2天他在外地。哦，那行，您本人签也行。那您早点休息吧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，陈主任，你好。别动，好好休息。是结果出来了吗？你不要着急，这次穿刺手术没有刺中目标肿块，还需要再做1次穿刺。还要再做1次？对，不过你不必害怕，这在穿刺手术中呢是属于正常现象啊。你也好好休息2天，我尽快给你安排 CT 扫描和第2次的穿刺手术。好的。好，谢谢啊，陈主任。好好休息。好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就以期中考都把你们考糊了。刚刚叫英子呢，她都不跟我们一块儿。我现在是能理解这么多，就我们想干什么事，家长总是反着来。不是，你想干什么呀？表哥，你还是吃一点吧，中午不吃饭不行。要不你把我的鸡腿夹去？不用，你吃你的，不用管我。你吃吧，你真不用管我，对，没事。苍猴，这可不像你啊。磊儿，他怎么了？表哥想考艺考，小姨不想让他考。表哥，要不然不考就不考吧，我帮你补课，提分，没准真能考一个不错的大学。不用了，我这辈子跟学习都无缘啊。方一凡，你怎么了？这都要考试了，你这准备好了没？不是王一迪，你怎么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我不考了。不是，这离考试就2月了，你这得有点自信啊。再说了，我觉得你还行啊。你觉得我行，有人觉得我不行。谁觉得你不行啊？我妈。
那你也太惨了吧！哎，不过我妈特支持我。你妈是支持你，我就没你这命。哎，芳芳，你别想那么多，快吃吧。俩儿，你小姨为什么不让她艺考呀？哎，我看现在挺多同学都艺考的呀，而且也是条不错的路子呀。小姨昨天说的，我也是才知道，这艺考挺难的，尤其是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这2个学校，每年报名的人就1万多人，然后录取的只有50个人，录取率只有0.5%，也就是说没有200个人才能有1个人考进去。这么难考吗？现在？其实和考清华北大差不多。加油！我们这聊半天了，你这也不说话。哎，你和爸妈现在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我妈出差了，我爸也不怎么管我，所以想干嘛干嘛了。真好，真羡慕你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哎，你说我妈要是打我一顿也不管我，那其实也行啊，别打太狠就行。王一凡，你有毛病吧？不能艺考就别考了，别把脑子给打坏了。本来脑子也不好使，主要是自己想干的事儿，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也干不了，挺烦。你想干嘛呀？唱歌跳舞啊。150万了！哎，你们看，我有150万个点赞，这什么概念？就是有150万个人喜欢我，他们都是喜欢看我跳舞视频的粉丝。哈哈。三猴，我看你这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。哎，我以前也没见你多爱唱歌跳舞。这是一个契机，你知道吗？没准通过这个契机，就能发现我是万中无一的那个舞蹈奇才，我就能火了。哎，对，我们一会儿去电玩城吧。咱们先要争分夺秒，现在就出发，走。走。哎，我另外一个。哎，帮把盘子收了啊，一会儿。哎。妈，这些话得我问你吧？你有事吗？我看看你天天搁这嘎坐的，你是找人呢，还找啥呢？大商场公共场所，这地儿随便坐的，你管我干啥呢？我失业了，我没工作，我找一地儿暖和歇会儿不行吗？我坐这想想我工作的事儿。大哥，就你还找工作呢？人家找工作都是走的找，我没见像你这坐的找工作的。哎，对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哈，我们这现在正招保安呢，你看有没有想法？保安啊？保安就算了，我身体不行。嘿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别瞧不起保安，现在当保安幸福指数老高了。我没瞧不起，我知道这保安也挺好的工作。你考虑考虑，想好你找我啊。你东北的吧？啊。这真热情，走了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啊！
帽伞了，跑这儿来你啊！你妈妈知道非打死你不可，我跟你讲。爸，我这还没到上课点，我回去正好赶上，还不会迟到。对，小姨夫，我算过了，要是卡着点走，肯定不会迟到的。蕾蕾，你应该带着你哥哥好好学习，你怎么跟他学坏呀你？啊，你这中午，中午好，就算你们中午这现在没上课，你是不是跟学校温功课呀？实在不行了，你在学校趴桌那睡会儿，是不是养养精神？你下午上课不困啊？行，知道了。哦，对，爸，你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跟我妈说了事儿就大。对，小姨夫，您千万别跟小姨说。我肯定不会跟他说的，我要跟他说，他顺手把我也给打死了。你还知道不能跟你妈说？爸，我都说800回了，我现在回去正好赶趟。你赶什么？你看现在几点？你赶什么趟？你再耽误半个小时就迟到了。行，那咱就别磨蹭了，赶紧走。怎么我还耽误时间了是吧？我还磨蹭了啊？你好不容易跑商场来干嘛？多分心的中午，对不对？你告诉我你怎么想的？你认真的？我必须是认真的。你给我说说你怎么想的？行，那你认真了，我也认真回答你了。啊，你说说我听听。我真的喜欢跳舞，就我电视上看那些明星跳舞，1、2遍我都能学会。但这数学题我看10遍、看20遍我都学不会，我也做不出来。但不是我不努力，我是真的不会。你和我妈还想让我成为学霸，那不可能。儿子，爸爸跟妈妈从来没想过啊，没奢望过你成为一个学霸。但是你最起码你得考上一凑合的大学吧，这点得做到吧？是，要考大学不得要分吗？我每次看到我成绩不好的时候，我心里你以为我好受，我也不好受。你和我妈天天在我身边叭说个不停，我心里也是有感触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要接受现实，你和我妈要接受这个现状。你看刚才我跳舞，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跳，而且每次只要我跳舞的时候，感觉到真正的自由放松，而且我感觉全世界都在我脚底。哎，你能理解我这个感受吗？理解不了，就是说，哎，就你也不明白，就是说啊，艺术要用心去感受，这样，要不然我再给你跳一个，你再看。讲你别给我跳，你在这跳什么跳？啊，我刚才看你跳的是不错啊，挺有才华的。爸爸年轻时候也参加过艺考，你知道吗？我能理解你那种用心感受那种感觉，但是儿子是吧？你现在看着我的眼睛，在你个子矮，你看着爸鼻子，你跟爸爸说认真的说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唱歌跳舞？我真的喜欢唱歌跳舞，而且我这种不是说就拿它当做一个玩儿，而且我也不是考不上大学我去混个大学，我真心喜欢。行，你真行，那爸爸宣布单方面的支持你。哎，好，不是，那单方面什么意思？单方面就是代表我个人支持你，妈妈那儿我不清楚，我也决定不了。不，爸，你办事不能这么不靠谱。我这已经很靠谱了，儿子，我能单方面支持你就已经不错了。你是在家里我说话也不算数，那妈妈能不能支持你，我哪决定得了啊？是，那倒也是啊。不，那换句话来说就是，我妈要是说不行，你说行也没有用啊。我说行或者不行都不代表着行啊，妈妈说不行也未必就是不行，你懂吧？不，你捋是什么意思？到底行还是不行？我说行或者不行都代表着啊行或者是不行，妈妈说不行也不代表着就完全不行。找一个专业的啊，有专业眼光的啊，有专业资质的，给你看一看你到底适不适合，适合那就是行，那我们就支持你。如果不行，你就好好去准备考大学去。也行啊，爸你真好，爱你。哎，等会儿，今儿不是周末，今儿工作日你不工作，你在这儿待着干嘛？你就别管我了，我又不是小孩儿，我又不是逃课，我这单位派我出来办事儿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行，赶紧抓紧吧，这都迟到了啊！磊磊呢？磊儿刚才还在这儿呢，这孩子跑哪去？磊磊，你快下来！又玩扶梯去了？这扶梯有什么好玩的？研究什么呢？都快迟到了，走。哎呀，回来了，毒死我了！堵车是吧？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今天好多表要给做完了，我一早就给交上去。哎，你做饭了没有？做了。做什么了？我今天请你吃蒸花鸭、蒸鹿眼、酱鸡腊肉、松仁小肚、清蒸哈士玛。哪儿呢？都在我的脑子里。你没做饭啊？没做啊。孩子们回来吃什么？吃屎呗。哎，做了，都这样呢。你会用真香啦？那是
初次使用，请多多关照。你可以呀。这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看看说明书，10分钟我就搞定了。行，以后多蒸煮啊，少煎炸，少吃点油，对身体好啊。好嘞。哎，今天一天都跟家待着呢。什么跟家待着？工作还是跑了，跑了半天。哎呦，我发现呀，到咱这岁数找工作是不容易，你知道吧？人到中年，应了那句话：上不去下不来，体力上不去，面子下不来，分量上不去，脂肪下不来，理想上不去，血压下不来。这灯泡面我得擦了，脏了。最后就是楼梯上不去啊，上了床你就下不来。你少贫你。我发现找工作现在啊，到咱这岁数确实不容易。别说找个白领，蓝领都不好找。你说我这一天啊，在外边溜达，这冬天了，站在外边也冷，坐车上呢开着暖气又费油，待在商场里也不是事儿。你在商场里溜达，那保安看我跟看贼似的，说这哥们儿，嘿，怎么整天在这溜达呀？啊，还是光看啊？咱不找好不好？咱就在家待着行不行啊？啊？哎，该找还得找啊，我也不能不工作呀。我现在就在想啊，你说我当初这专业是不是选的不对呀？原本想着说有个专业，好歹找一铁饭碗，怎么弄成这德行了呢？哎，你说的这个对。上次我们同学聚会，我们一个班不都学一个专业吗？毕业以后干什么的都有，还干的都挺好。当初就不该听我爸，我爸就不该听我姑的。你这弄什么学法律，想弄个法律世家？我跟你讲，我压根就不喜欢这专业，我就不想当个律师，我也不想当个法务。哎，你说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啊，团结？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、喜欢的专业啊？这事儿呢，又能养活自己，又干得开心，还享受这工作，这该多好啊！是啊，这是好啊，但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啊，又喜欢还能又挣钱。你说咱们那会儿不就是因为这个啊没得选吗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咱们那会儿真的是啊没得选，是吧？有兴趣的事情就最后做不了。如果说上天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让我们有的选，肯定选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能不能啊，在有机会或者是创造机会的情况下，让咱们的孩子方一凡他们可以多一个机会，多一次选择，选择一个他们喜欢的专业呢？这儿等着我呢。不是啊，不是在方一凡选什么呀？不是在这等着你。平常啊是这样，咱俩教育孩子，你为主我为辅，对吧？你冲到前面，我在后边。你有的时候呢打两下啊，说话凶一点啊，我都支持你。但是我觉得方一凡，你别看他啊，虽然这个是个皮猴啊，心智不是特别成熟，但怎么说也18了。我们是不是能听听这孩子自己心里的想法呢？比如呢？比如今天啊，我在商场啊跟他沟通了一下，我就觉得方一凡。等会儿你在哪儿跟他沟通？操场。行，我承认，我说漏嘴了。商场，我跟他在商场沟通来着。我说漏嘴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你跟他在商场，他逃课了？不是没逃课，他是利用中午那午休时间，我们在商场碰了个面。我们是碰什么利用午休时间啊？他午休他可以在学校里写作业啊，或者他想睡觉他回家呀。什么意思呀你别瞒着我，怎么回事？我批评他了，我已经严肃的批评他了，他不应该这样，对不对？即便是用午休时间，也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，或者在学校里边好好温习功课。跑商场干嘛去？对啊，我严肃的批评他。他为什么去商场？我说他，但现在不是说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批评他了。他去商场是干嘛去了呢？他去商场啊，他是心情不好，知道吧？他就到那个商场那个游戏厅跳舞机上去跳了会儿舞，练舞蹈。你听我讲，他跟我说句什么话，挺触动我的。你听我说啊，他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真的太喜欢唱歌跳舞了，我真的喜欢。而且呢，就是我看那些跳舞那些视频，短的那种啊，我看一遍我就能练个8、9不离7。可是我学习那个什么物理啊，什么数学啊，我看180遍我都学不会，我就是记不住。孩子18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要面子，他有时候学不明白、学不懂的东西，他也不好意思说了，都跟我说了，他心里肯定还是别扭，对吧？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稍微想想孩子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呢？可以啊，
可以听听他心里怎么想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也认同啊。但是方圆他心里想的如果不靠谱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他如果想杀人放火，你也由着他。